这门太小了，这车进不来嘛。来了已经4辆那个啥车了，这1辆都进不来。这坡现在越来越大了，现在。不知道这些人忙啥的呢？也不想办法，赶快。他刚才还是不行，又往里开了一点。我说刚才他还是喷的不是很准确，很精准，他又把车往里开了一点，再喷一次。大家请看，这是3单元的，也拿铁丝绑着呢。我从4单元把这个门开以后过来以后，我们逃生逃到3单元，它是锁上，我们都过不去。看清楚。爬到另外一个单元下去，单元门、消防门都是拿那个铁丝绕着的，说疫情管控不让过，没有人给开门。消防员在小区门口喷的水。抖音鸡巴别提示了，提示你妈了个逼！有话不让说，你操你妈！你弄这个平台弄的啥？妈说点实话，你他妈提示，操你妈！救火快到嘛，8号楼那个15楼全烧完了，现在16楼烧着呢。17、18、19、20、21，等这个样子，好，快到。11月24日19时49分，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金银路普路吉祥苑小区某住户起火，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新疆支队立即调派救援力量赶赴现场扑救。19时54分，救援力量到场，不料吉祥苑小区内停放多辆车因电瓶亏电无法移动，消防车无法及时到达现场，耽误最佳扑救时间，最终火势顺利被扑灭。火灾起因是手机充电过程中发生自爆自燃引来的悲剧。在这里提醒大家，一定要注意用火安全，千万不要占用救援通道，危险无处不在。